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8月7日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先带你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无人机入侵疑似入侵咱西南空隙，恒春机场派出瑞安无人机，可能就是要来监控中国。针对佩洛西访台，菲律宾认为无加深对待，是显示亚太地区长期无稳定。另外，日本也因为台海紧张，要来个改造。7月份的 CPI 年增率有3.36%，加外口的开销增加7%，这是14年来上悬的数字。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中国对咱扩大军事演习，已经是第3天啊。透早有几只军机、军舰过海峡的中线，咱国防部判断讲是咧演练安怎攻击台湾岛，所以搁再用华地飞弹来应对。另外传出讲有中国的官媒发一张因的阿兵哥，好亲像咧监控咱南用号军舰的相片，这件代志国防部是无证实。爱国者3用飞弹来启动，官兵操作防空雷达，无论是特机也是导弹，拢会使对踪甲掌握，随时因应突发的状况。国军公开爱3飞弹执行战备任务，因为共军7、6早起，搁再派军机甲舰艇进入台海周边空隙，部分超过海峡中线。国防部研判是模拟演练对本岛实施攻击。经过研判，是模拟演练对台湾本岛实施攻击。国军已经在第一时间实施广播告警，并且运用空中侦巡兵力、海军舰艇以及岸置飞弹，适切应处。2只 F-16战机7、6早起对家己基地来升空，花莲基地 F-16也起飞执行任务，继续捍卫领空。不过，共军强化对台军演，超越海峡中线军事行动，是不是走向常态化，引发关心。中共勇士军事微博进前发布影片，讲共军的飞官对空中来看宝岛的海防线甲中央线尾，在空中务实距离俯瞰宝岛台湾的海岸线和中央山脉。另外，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上传一张南挺的官兵摕着望远镜看咱国军舰，疑似监控咱方南洋号军舰，背后就是台湾本岛。团是所翕的所在位在花莲和平电厂外海，国军并无证实。当地渔民讲可信度无悬，学者表示是中国对台进行舆论宣传战。这里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海军的照片一定不难拿到。那我们后面的背景也不难拿到，那这样子这3点点起来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其实是有待这个摄影专家来去帮我们做解析。有20在我们门口耀武扬威，中国用飞弹军演来破坏区域和平。中共军舰进了咱国海峡，逼近台湾领海，国军采取一对一的近距离来监控中共军舰的动向。另外，金门甲马祖是连续遭到无人机的侵扰，学者认为中国除了想要宣示主权，也有侦查用意。总统蔡英文强调，政府对共军的军演已经做好完整的应变甲准备，国军的部分力也来守护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恒春机场透早罕见出现瑞安无人机，轮流飞天顶收集情报。加上有民众好亲像发现中国的无人机入侵咱的西南空隙，咱出动无人机可能就是要来监控因。乌鹰直升机这片训练，嘉义水上基地7、6、8、6早起有2只乌鹰直升机来升空，其中1只因有12架是救护队。另外在屏东恒春机场是真少看出现瑞渊无人机，轮流来升空侦查，有军事队监测到早起有中国无人机侵入西南空隙，推测咱无人机出动可能是要监测中国无人机。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无人机出动，加上为着测备开始的3军联训基地的操演，而出现在恒春机场的目镜山乌鹰这军用直升机，也吸引部分民众好奇来看。来这边看一下，因为小朋友以前小时候没看过。中国的军事演习进入第3天，国军严加戒备。另外，离南部海峡军演的范围，上军只有9.5公里的屏东小琉球，使用部分的渔船休困。也过大福渔港也受远洋渔船出海来试船。7、6转来，近海渔船也表示，海上无看到无正常状况，照常来作业。另外，拄到父亲节进前的拜六，要大批游客归家来过节。你想怕也没有用啊。没事了，我们百姓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会啊，会担心啊，因为我还没当兵啊，有可能要叫他去当兵的。游客看法无同款，实际看这小琉球定在2个防空地点，一个已经荒废去啊，另外一个变做电信大楼，也有一个无登记的是伫山地沟的步道内底，也过空间有限。不过当地人对此无烦恼，认为若是要烦恼无多掌控的代志，也是甲眼前的日子过好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唔拿军演，佮用经济来制裁，甲台湾霸凌。
日本有媒体讲，苹果公司就要求厂商对台湾出口到中国的电子零件，爱写中国台湾，或者是中华台北。韩国媒体也警告讲，产地若写台湾，就会互海关扣押。不过，即马还未传出互扣押的案例。中华学者分析讲，中国其实真依赖台湾的电子零件，无啥可能真正甲咱禁。咱科技大厂和谐传出苏州厂被刁难，咱方随即来澄清，中国厂区营运一切正常。不过有日经新闻报道，苹果公司已经通知供应商，伫台湾制造的零组件必须要标示中国台湾，也是中华台北，才有得符合中国海关的规范。就连韩国媒体也警示，中国设厂的韩国企业已经收到通知，进口货品原产地标示台湾会一律被扣押。经济部澄清，确实是有接到真侪大商的反映，互进口商通知标示爱明确，不过即阵也未有扣回案例。专家也表示，中国制裁这个手伸向台湾的电子零件机会是无大。那如果说因为中国的一些封锁啦，或者是说一些管制一些制裁的措施，对亚洲的供应链都会要伤害。去做这些动作的话，其实是等于说是一种玉石俱焚。另外，政府部门的网站连续3天更加传出骇客攻击，那外交部、国防部这网页拢袂顶白动。骇客组织更加表示，已经甲台湾6万台的物联网设备关起来。各种资讯战用假信息来妨害整个国家运作，来冲击民心士气，我们都要防。尤其越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越容易被侵入。中国海事局前日再发布航行警告，连续10天要在黄海南部进行实弹射击。8月7日起，为期1个月，也在渤海进行军事任务，期间禁止船只进入。记者宋合报道。中国即马真侪动作拢显示讲，伊是咧袂爽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所以嘛宣布制裁佩洛西，佮取消美中部分的对话，提出8项反制美国的措施。白宫就批评讲，中国这款作为是咧处罚全世界。有学者分析讲，中国的制裁会取消中美对话的机会，恐起来致使因两国伫咧军事上判断错误的机会增加，安尼逼战术的危机也会加悬。另外，美国、日本、澳洲的外交部长拢呼吁讲，要维持台海的和平，要求中国要随停止军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国际关心，和中国真不满。除了对台湾实施封锁、军事演练，也宣布制裁佩洛西，也有取消安排中美两军的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这8项对美反制做法。美国白宫批评，安尼是无负责任的，中国是伫顶坏全世界。We'll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keep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Beijing while defending our interests and values in the region. This is what the world expe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we encourage Beijing to keep this commitment as well. 美国白宫也调见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谴责中国成员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不过，秦刚表示，中国的演习是震撼大陆分裂势力，反倒当指控美方这边安排佩洛西访问台湾，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学者分析，中国制裁敢若像甲中美双方的安全开关解提掉，无这开关代表两国军事活动误判风险上升，恐惊引发意外发生的危机。中国它取消这样的对话，等于是让美中未来在这个军事议题上面就会变得不透明。譬如说，现阶段中国对于美国、澳洲甚至加拿大军机所采取一些不专业、不安全的一个拦截行动，未来可能就会持续的恶化。中国外交最高谴责对台湾继续升高军事威胁，各国声援台湾，包含7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东南亚国协外长会议分别发表的共同声明，强烈公开支持台湾。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也发表外长联合声明，督促中国马上停止军演。外交部除了表达感谢，严厉谴责中国，也呼吁各国共同阻止威权主义扩张甲侵略。记者综合报道。佩洛西来台湾的代志引发中国军演，也引起国际的关注。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就表示，佩洛西访台其实唔是加深对台的局面，这颠倒是显示亚太地区长期拢无稳定。另外，日本的内阁按算伫后礼拜改组，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就讲，这边的改组和台海局势紧张真有关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柬埔寨的当协外长会议，车纳飞去菲律宾会议。总统小马可斯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起台海局势升悬，小马可斯强调，佩洛西出行只是凸显出亚太地区长期的紧张局势。I did not think it raised the intensity, just demonstrated how the intensity of the conflict has been. It actually has been at that level for a good while. 佩洛西这摆访台，也和台海问题加入当协外长会议激烈讨论的焦点。当下车纳强调，相关国将继续遵守一中政策。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车国伫柬埔寨再次对美国跟台湾讲出谈话。美国的惯用手法是制造出一个问题来，然后利用这个问题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在中国面前，这套做法行不通。我们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台海的现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另外一方面，这摆海域也受中国军演影响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初国宣布，内阁将伫初十改组，自民党内也要做人事调整。内阁改组的部分原因也跟台海局势相关有关系。今、新型コロナ、物価高への対応、ウクライナ情勢、台湾情勢。そして今後もですね、防衛力の抜本的な強化、また今災害のシーズンを迎えています。那美国国内，前美国总统川普初五伫威斯康星州的造势场合，延续这几天批评佩洛西的论调，批评佩洛西的台湾行，和北京相关局势上好的借口。What the hell? What was she doing in Taiwan? Oh, she was China's dream. She gave them an excuse. They've been looking for that excuse she gave her. 川普也强调，美国在1月的其中选举，共和党一定要将佩洛西揪入将其议长的宝座。公司新闻竟完全变译。即马国际局势是拢真无稳定，除了咱台海紧张，乌克兰甲罗西亚也咧战争。即马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也未平静。以色列初五空袭加沙地区，至少有10个人死亡，75个人受伤，其中有5岁囡仔无辜死亡。佮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指挥官也互表示，这个组织也讲，以色列空袭就是想要开战。遭到以色列空袭过了后，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轨道上是一片混乱，雨飞弹拍到大楼都会烧起来，消防车佮救护车也赶往现场，甲伤者赶紧送病院。这场空袭造成至少10个人互炸死，内底包含一个5岁查某囡仔。在空袭中死亡的也包含甲通知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关系密切的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国家指挥官贾巴里。伊斯兰圣战组织批评以色列的空袭，敢若像对巴勒斯坦的人民来宣战，需要发射上百粒的火箭来反击。هذه الغارة الصهيونية الغادرة ولذلك نحن الآن نقول بكل وضوح سنرد على هذه الجريمة بكل ما أوتينا من قوة. 不过，伊斯兰圣战组织初五深夜发射火箭，敢若拢互以色列的军方炸落。以色列军方赶紧召开安全会议，强调这摆大好是破晓行动的空袭，是因为以色列初一在境内抓到一个资深的巴勒斯坦民兵成员，伊方认为对着国家安全有马上的危险，所以讲先发动这个攻击。ישראל לא תעמוד מנגד כשמנסים לפגוע בתושביה. מדיניות הממשלה הזו היא אפס סובלנות לכל ניסיון ירי מכל סוג שיוצא מעזה לעבר שטח ישראל. 以色列甲哈马斯过去15年来已经拍4摆战争，甲大大小小各种的冲突。美国白宫初五对着这波以巴的冲突强调，美方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打击恐怖团体行动。另外，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2国的方案立场也无改变。公视新闻郑婉琴编译。镜头倒来，咱国来看民生消息。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有3.36%，虽无已经比顶个月较减啊，不过这也已经是连续5个月拢超过3%。尤其食外口的开销是特别多，增加要7%，这也是14年来上悬的数字。这也等于是一户逐个月就要加开2000外块。去市场采买，无论是肉、青菜，也是煮食的物件，啥物拢有。也毋过物价一直起，民众想要买，算盘也是要小叠一个算好。
就什么都贵啊，只有薪资不涨啊，超有感，这是真的，因为我都外食嘛，那外食东西一定是变贵。像油的话，今年就涨到900多块，去年这时候才500多。物价起价，和民众甲食品业者拢真有感觉。主计总处上新公布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3.36%，虽然是最近4个月新低，不过已经连续5个月拢超过3%。其中食品类的起伏超过7%，尤其是粮食创下3年半起伏上悬的。去外口食物件费用更加是近14年来新悬的纪录。敢若去看外口食物件，以中式早店有11.3%，西式的早店起伏有9.47%。就算买评估别来观察，每月至少购买一次者，因为水果及外食费的涨幅比较大，上涨6.61%；每季至少购买一次者，上涨4.16%；每季购买不到一次者，上涨1.98%。那食的物件起价，电费、厝租、成衣、交通、油料费这计数，也大部分拢伫起价。全球疫情是继续，通货膨胀也低的，民众想要减轻这个负担，可能也需要时间。主计总处也说明，若是刷来几个月天气无正常的情形，有个8月 CPI 的起伏可能比7月较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疫情的部分。今仔日是加19753个本土。这是比顶礼拜减1000外例，死亡个案也有51例。另外，中重症有145例，其中囡仔重症是搁添3例 Miss C。这3例当中，有1个11岁囡仔，伊即马是送去医学中心治疗当中。新冠本土疫情转好，初六增加19753例本土病例，145例中重症。本土死亡病例是51例，上少年是2名40多岁患者，一个人因为破病登记卡床，另外一个人得到感染。指挥中心表示，无着数死亡个案。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少约1800例，那下降8.5%，较上周也少了约1500例，下降了7.1%。初六也增加3例儿童重症 Miss C 的个案，2岁查某囡仔6月确诊，7月27发烧、腹肚痛，换了是药下降，3天了后送急诊住院治疗，病况好起来已经出院。4岁查某囡仔是伫7月初确诊，月底发烧、腹肚痛，送医了后规身起疹仔，发炎指数升悬，也是伫治疗了后病况好起来。另外一名11岁查甫囡仔有心脏瓣膜疾病，自2期疫苗确诊。曾于7月16号确诊。8月1号起，陆续有发烧、全身红疹、咳嗽、流鼻水、呕吐、腹痛。8月4号就医，怀疑Miss C，并转诊至医学中心治疗。到初六，儿童重症累计有154例 ，Miss C 重症有87例，25例死亡。伫前一天，6个月大到4岁幼稚有4629人自莫德纳疫苗，累计有107256人，占这个年龄层的13.6%。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在地消息，来关心这个新北推动的淡北道路，这原底是要解决淡水交通的问题。不过有居民认为讲会害北头塞车更愈严重，所以就有真侪民众反对。透早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来视察，伊建议讲爱伫关渡起一搭新桥，来甲遮的车阵分散开，也讲中央要为这个计划补助55亿。连2天同齐，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度为地方交通建设表态合作。为要解决淡水对外交通伤太的问题，新北市提出兴建4.5公里的淡北道路，不过有缘和北投居民接期，恐惊会造成北市迄边的塞车。中央建议会当透过兴建干道新桥，分流往三重埔新庄五股泸州等地的车流。长远之计的话，如果要衔接淡北道路分流的话，必须要新建一座关渡的一个新桥，台北市的一个车流会减少了16%，大概就是每小时900辆的一个车辆。中央答应淡北道路伫干道新桥以北路段甲兴建新桥费用，拢是由中央出钱，金额达到55.100亿。侯市长除了表达感谢，也讲要彻底改善这区的交通，要设法和淡北道路连接第64线，不过有缘有宽屏的考验。要打隧道还要经过环评，速度会比较慢，但是这一条一定要做，不做的话，整个会塞在这里。不要又再一次环评没通过又被叫停，那就太可惜。侯友宜市长强调，
东北道路是边远的救命道路，为提出高达已经行20多年。今年初所提出的修正计划，毋望中央赶紧核定，让道路本身会当量早施作。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艺文场所拢有提供一寡较友善特殊族群的环境，亲像伫永庭院就有一个轻松自在场，这是专门为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高敏感的族群来提供服务。亲像伊就有提供饲鸡，坐袂久的人会使随时出入，妥瑞氏症也毋免惊出声吵着别人，这或者特殊的族群会使较轻松来看表演。进场时间一到，民众陆续就座，来欣赏足视觉的演出。不过，这个场次真特别，为一般的艺术演出来看，无法度坐真久的人会当随时出入，无自家发出声音也无关系。这就是两厅院为2019年开始推广的轻松自在场。大部分都会让他们觉得稍微的不自在一些。我们做的轻松自在场，到最后发现它是一个几乎全零的，包含比如说灯不要那么暗，看到一半你有需求，你可以出去，然后你随时可以再进来，会发出一些声音，或者是它会有一些肢体上面的动作，大家都可以包容。硬体方面，观众席灯会维持一定的光度，方便出入，也提供控制耳机、输压球，好需要的人拢会当使用，甚至还佫提供专属的休困室。这部单也有清楚标注场次特别，希望会当满足长辈感官敏感，也是有脱离失症、自闭症等各种族群的民众需求。参加一般的话，我们自己家长也有压力。那对他们来说，注意力集中差不多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那这个再多个10到15分钟，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可以让他们入门音乐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感觉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曲目，就是的表演形态这样，所以应该会有一点吵这样，所以我就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顶日伫网络上，一个母亲带托里斯的囡仔看电影，却因为发出怪声，引起全球不满，才会当离开现场的事件，引起外界讨论。敢是艺文演出爱设置特殊场次？也毋过毋但两厅院，台北汉南影城设有亲子电影院，新北的府中10个也有婴仔车电影院，拢是要营造出友善环境，让艺文展演接触规定，搁较无受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林森北路有真侪酒店，不过有民众对伫遮食头路的人有无好的印象。一寡公馆就办一个展览，讲明因逐工的日常生活，互大家了解，毋望众人卖个对因有歧视。柜台电脑是即马逐台的状况，后壁休困的空间乱糟糟，酒店公馆当咧伪装。一间酒店公馆甲经纪人成立酒甲妹仔日常团队，为8月初4到13伫林森北路的湿地空间，甲因平常时的生活变成展览，互大众了解这个工课的实际状况。我们主要是希望观众可以在上面看到设计师想要表现的东西，然后自己去想说，那这些东西是什么。这摆设展的其中一个酒店公馆黄永琪，本身嘛是服装设计师，透过伊的专业，伊将伊一天的生活传达出来看展的观众。现在这个 B 区这边一系列，它就是一个我上班的一个起承转合，我从起床到进公司到下班，中间经历了什么事情，那它全部都写在服装上。黄永琪讲，透过服装，伊会使排解伊上班的情绪，嘛将伊的感觉表现伫服装顶面。我就会做成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把自己的一半切掉，然后把另外一半给了工作上的角色，对，所以这一套其实是寓意演员的一个角色这样子。你们说的下海与上岸，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展览的开幕式嘛，放送今年一部台北电影奖的酒店公馆纪录片《海甲花》。酒甲妹仔日常团队表示，因希望透过这的文化活动，互对外发声，去除酒店公馆的污名。记者林书豪、谢桂玲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的气象资料。伫北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伫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伫南部地区是25度到35度，伫东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华岛地区是27度到33度，
有一名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伫8年前成立工作室，出版杂志《讲元汤》，小改心得，即马搁做导览，设计文创商品。稍等的7点半，青春咱的梦，带乡亲来深入心得。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